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哈会》，我是明华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搭飞机。不过我们不是要去旅行，去哪里呢？今天狗狗直击要带大家看看空服员、空服人到底有多辛苦，带您看看喽。各位贵宾好，我是科长长古元柔，现在请各位将椅背扶正。空服人改工作摸强手，看看他们要会中英文的公布，也要能够详细说明逃生须知。空服人除了服务旅客，也要协助飞航安全，帮助旅客顺利逃生，所以得做相当多的训练。而且倒茶水、送餐点的工作也很繁杂，所以说空服人改工作紧紧动辛苦。看看啊，我们笑容甜美的空姐是不是很辛苦？就是辛苦啦！跟着我们说一次，颜柔，辛苦，辛苦。那我们请颜柔告诉我们，在工作中到底有哪些辛苦的地方呢？我们辛苦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们的作息比较不正常，因为我们可能有红眼班或者是很早的班，对，那我们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状况比较不好。立刻凑费航机扛10公斤的登机箱，空服人也得帮忙。所以很多人的腰椎出问题，也有空服人有脊椎侧弯的毛病，而且空服人的职业病还真的不少。像我们平常在空中备餐的时候，就很容易会被烤箱烫伤。狭窄的走道是他们工作该蔬菜，别以为空服人光鲜亮丽，但他们作息不正常，生理时钟混乱，还得要风雨无阻，有光环也有动辛苦的时候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这集有没有让大家耳目一新、大饱眼福？因为空服员小姐真的都好美丽，可是啊，她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，其实她们都很辛苦，要克服生理时钟，还要与亲爱的人分隔两地。所以呢，空服员，谢谢你们。当然喽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空服员，空服人，空服人。第二个呢就是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空服员工作不轻松，空服人嘅工作冇轻松，空服人嘅工作冇轻松。空服员，谢谢你们带给我们每一趟美好的旅程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来学习新的客家话吧，拜拜。